晚餐，蝦子麵、鮑魚連埋汁，整埋剩翻嘅薯仔、菜、葱，搞掂。20蚊啊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14個喎，20蚊啫喎，連埋個盒先正。先煮開個麵，咁跟住就隔水啦。咁啲薯仔我擺落去氣炸鍋炸可能10零分鐘，跟住之後先至擺落啲鮑魚汁都燜佢，連埋啲菜，跟住最後再擺翻麵落去，咁應該好食啩。落咗鹽同黑椒嚟炸，未試過咁樣得唔得？嗱，炸10分鐘啦，而家吉都吉唔喐，吉唔喐，吉唔喐，10分鐘未得。停乾咗水啦，跟住煮鮑魚，我炒一炒啲菜先。炒晒菜葉先，炒到腍，再落嗰啲汁，搞掂，等埋啲薯仔，20分鐘搞掂。呢度又加咗少少鹽黑椒粒，20分鐘就吉到入去啦。20分鐘吉到少少入去，不過20分鐘唔知食唔食得喎，試下食。咬到咯，但係我唔敢食。都係擺翻落去煨，我應該炸30分鐘或以上先得。唔緊要啦，我呢度煨到係10分鐘左右，擺埋個麵落去煨，加咗少少水，再加埋呢個蠔油，擠咗少少蠔油，因為我試過好鹹。頭先試咗排薯仔都應該 OK 啦，搞掂。加葱，大量嘅葱。到咯。3個麵係唔係太夠？要4個先夠。我好彩有薯仔。你咁少麵嘅？因為冇話唔夠。我俾啲麵。唔想。我太多啦。唔太多。咁多。因為4個我覺得先差唔多。菜唔好多，你攞。攞菜。都有好多菜。